身後邊嘅呢個美景幾靚係咪先？因為咧而家咧我咧就喺呢個開平嗰度咧拍緊劇㗎，咁啊好靚啦！咁啊嚟到咁遠嘅地方咧都不忘做善事㗎，因為咧我係會絕對咧接受呢一個俾面挑戰，去支持新世界百貨苗圃挑戰12小時慈善馬拉松嘅活動㗎。咁呢個俾面挑戰咧就好簡單嘅啫。即係就要自己咧，即係親身咁樣咧去做呢一個嘅善事咧。首先咧就要咧喺你塊面上面咧就要寫住咧挑戰12小時或者寫住 CH 12 hours 咁樣嘅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做咗呢一個嘅創舉先，係啦，有個靚仔咧幫我寫嘅，係啦。CH 12 我覺得我寫完呢一個字之後呢，係比之前更加靚嘅，係啦，面係俾咗啦，咁呢仲可以呢，大家呢係呢俾錢助學啦，上網捐款呢去支持呢個苗圃挑戰12小時嘅，仲可以比賽嘅，參加11月1號嘅呢一個新世界百貨苗圃挑戰12小時嘅慈善馬拉松嘅任何一段嘅比賽咧都可以支持到噶，咁啊非常之正啦。咁啊好啦，呢一個咁樣嘅俾面挑戰咧，我就成功咁樣咧去同大家去分享咗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而家咧就要咧揾到3位朋友咧去繼續延續呢一個挑戰嘅，聽住咯，俾面挑戰，接受我呢個俾面挑戰嘅朋友係邵子峰、龍小群同埋陸啟聰嘅。嗱，你哋啦，記住啊吓，接受完我呢個挑戰之後咧，繼續咧去支持呢一個嘅善舉。善事嘅嘢冇理由唔俾面啫。